看到压力伤过大，年久月深，伤过操劳，都会损伤到咱的健康，佫会变较戆。精神科医师特别解说讲，过劳会影响咱脑部的功能，像讲杏仁核、海马回，抑佫有间歇核，管理情绪，抑佫有学习记忆、注意力。假使若是年久月深有压力，会分泌伤侪皮质醇，安尼大脑就会慢慢啊揪起，人就会变做无头神、歹记忆、忧郁，抑佫搞操烦、歹性地。各行各业上班的人辛苦无用，总是会面对袂少的压力。若是做代志的效率降低，常常感觉会忝，精神较差，甚至常常袂记哩代志，都真有可能已经出现过劳的症状。医生提醒，若参像这种情形，一旦长期来累积，小心会伤脑变戆。第一个很恍神，第二个呢，东西放哪边都忘了，第三个呢，会重复问人家重复的问题。那家里人很惊觉呢，担心呢会不会呢？现在俗称的早发型失智症，因为这个案呢才50出头。医生表示，过劳会影响脑部的功能，包括杏仁核、海马回甲间歇核，主要是掌管情绪、学习记忆甲注意力。身体若是长期面对压力，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，造成这个部位来萎缩，就会造成记忆变歹，人神神也是较容易紧张，脾气嘛会较暴躁。另外，过劳压力大，困袂好，佫会造成注意力来降低。若是工作的时间伤长，反应就会变较慢。若特别个性的人，更加是特别危险的一群人。比如说要求完美，然后这个第二个呢，冠军性格，我们又称为 A 型性格哦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神经质的个性，对周遭万事呢都很敏感的哦。那或者是强迫性格。经过药物的治疗、食食的控制、甲生活方式的调整，病人的大脑一般真紧就会当恢复正常。医生建议，就要加做一寡运动，练习喘气的方式，也是调整工作的内容，才会当预防过劳，避免健康受到威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